Hello，大家好，今日介紹中古香首飾嘅葡萄藤系列。咁呢個系列咧就喺94年推出嘅，喺香嘅 Vintage 裏面咧排列三大金剛之一嘅，就係一個熔岩系列同埋另外一個主打係琉璃系列嘅。咁呢一個咧葡萄藤系列亦都係其中之一。咁喺二手市場裏面咧係持續升價嘅，亦都係非常之少見嘅一啲手工藝款式啦。咁可以係真係傳世嘅。OK，咁94年推出嘅葡萄藤系列啦，嗰個藤花紋圖案啦，多採用咗一個浮雕嘅表現。OK，咁但係去到呢一個96年嘅一個葡萄藤咧，更改為一個用咗一個線條嘅一個特色啦，同埋帶一種工藝復古嘅一啲美感嘅，所以會有兩個版本嘅一個葡萄藤。咁香啦對葡萄藤嘅一個鍾情啦，靈感係據說嚟自於一本1904年嘅一個中式精裝舊約傳書裡面嘅一個封邊，係啦。咁佢嗰個封邊咧就係鍍金嘅葡萄藤圖案。咁而聖經中嘅葡萄藤咧係經過洪水過後嘅一個種落嚟嘅第一株植物啊，咁所以代表咗希望同埋寬恕博愛。OK， 咁去到呢一個中國上面嘅一個意義上啦，延漫着一個葡萄藤嘅寓意咧就係飛黃騰達同埋呢一個興旺發達等嘅。咁成串葡萄就寓意豐衣足食同埋係呢一個美滿富足嘅。咁呢啲啦都係一啲嘅寓意嚟嘅。咁希望帶俾到大家一啲嘅中古嘅知識啦。今日講咗咁多先，我係13。